台湾和法国62个学生囡仔挑战驶帆船对淡水到过香港，更有国海院社会研究员带这个囡仔伫咧船顶体验上直接的海洋教育，这嘛促进台湾和法国的学生交流。航行过程中收集的海中废物，学生制作成一包一包过组，虽然精水也带来海洋污染的信息。 有的时候虽然我们肉眼看不到，可是呢，只要我们就是有用仪器去看，你就会发现，其实看似干净的海水，其实里面都是有很多垃圾。 延续2020年1500公里环台首航，2024年跳到航行精神。今年伫海委会甲国海院的协助，小胖手搁一摆启航，因为拄到法国国家海洋年，台北欧洲学校法国部、台北法国实验教育机构的法国学生也共同参与。甲主要测绘的宜兰、嘉明国中小、参平湖文光国小、高雄线尾国小甲北市和平实验国小，有62位学生进行6日380公里的航海挑战。从来都就是没有想过会去跟法国的，就是年龄相仿的同学去做交流，就是增进文化交流以及语言能力这样。 为淡水出发，顺利登到高雄港，行政院长杜荣泰亲自到场迎接。国海院4位研究人员随行，甲学生同齐执行塑胶微粒收集、海洋分载现象甲海中废物收集等教学。 我们小时候也都当过学生，那就是如果只是看到这些科学数据什么的，就可能会觉得非常的无趣。那如果透过实验啊，或者他们直接动手做，直接在海上操作，那这些都可以让他们可能印象更加的深刻。发起这座航行的黄敬言校长认为，海洋对台湾来讲，不仅仅是屏障，行出教室的海洋教育，更加是学生走向世界通道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